上次就介紹咗 iOS 系統啱用嘅 Procreate，咁今次就會介紹一個所有裝置都啱用嘅。喺之前畫畫黑歷試過一條片度回覆留言嘅時候，其實就已經介紹咗俾好多人，但係因為一直都仲係有人會喺度問，所以就造就咗呢兩條電繪 App 嘅影片出現。大家只要去佢哋嘅官網就會有好詳盡嘅說明同埋下載連結。雖然 download 咗呢個軟件都差唔多3年啦，但係通常就會上堂無聊嘅時候攞嚟畫畫用，平時都係習慣用 Procreate，但不得不說呢個軟件真係免費軟件中嘅第一名。佢同專業嘅軟件比，可以話係差唔多。對於一啲畫開漫畫嘅人嚟講，佢提供嘅筆刷同埋素材真係多到令你好興奮。不過對於我呢啲依家主要淨係畫 Q 版畫嘅話，就冇乜用啦。另外都幾欣賞佢嘅官網嘅，因為佢真係介紹得好詳盡同埋清晰。本來我用嘅手機版係3年前嘅版本，我一直都懶得更新啦，咁所以今次拍影片嘅時候，就俾個機會我重新認識佢一次，發現真係變咗好多。花咗大概幾分鐘嘅時間去睇咗下佢官網，好快就知有啲咩新功能，就好似買電器要睇說明書咁樣。如果驚睇字會睇唔明嘅話，亦都可以揀睇影片。除咗啲官方影片之外，YouTube 同埋網絡上面都有好多相關嘅教學。我就喺 App Store 度下載咗最新嘅版本，咁佢仲可以投稿或者睇人哋嘅作品。就咁樣睇嘅話，好似係比 Procreate 多咗好多嘅功能，但其實主要嘅功能嗰啲位都好似嘅。筆刷嘅基本選擇都係好實用嘅鉛筆、畫筆、尖筆、水彩噴槍等等。咁呢個就係可以自定嘅快捷鍵位，想插入圖片或者增加圖層就可以撳個加號。我就攞咗最近畫嘅一張草圖嚟示範。佢最好嘅地方就可以將圖片抽取成線稿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喺白紙上面畫圖畫。當然你嘅手繪嘅線條一定要夠清楚同埋簡潔，如果唔係就好似我呢一張咁，睇完線之後都好似草圖咁亂。想要修改嘅話就唔好鎖定，佢仲可以接受呢兩種嘅觸控筆。佢有筆壓同埋防手掌5觸，圖層嘅原理同埋上色嘅方法上次就講過，咁就算用唔同嘅電繪軟件，佢呢啲方面都係一模一樣嘅。所以如果你用慣咗一個軟件，換第二個都好快會上手。呢啲軟件嘅分別在於個工具好唔好用。咁雖然佢嘅範圍選取嘅方法有好多，但我個人都仲係比較中意 Procreate 嘅成熟選取。魔術棒真係一個人見人愛嘅選取工具，毫無疑問一定係最快速嘅。但前提就係你個線稿一定要夠清晰，如果唔係要多點幾次先會揀到你要嘅地方。咁魔術棒平時我就係用 Photoshop 先會用，所以都唔係話好熟練啦。咁選取唔到嘅地方就唯有自行補窿啦。對於我啲咁冇耐心嘅人嚟講，真係非常之痛苦。除咗形狀選取，佢都有成熟選取嘅，但係佢就只可以一筆過畫好要選取嘅地方，唔似 Procreate 咁樣可以喺唔同嘅地方點幾點咁樣圈。我最中意呢個軟件嘅地方就佢有直線同形狀，咁 Procreate 係冇直線冇圓圈。咁平時就算我用手畫都畫唔到好直，更何況用一隻手指喺平板度畫畫。咁用手指畫畫會手震，令到畫出嚟嘅線變晒毛毛蟲嘅人。曲線工具就可以幫你拉到完美嘅線條。油漆工具相信大家都應該唔會陌生，自用小畫家嘅年代就已經有嘅功能，仲有 PS 常見嘅漸層工具。中空筆刷算係我見過幾特別嘅，咁至於尖筆我就比較少用到。咁大家就可以按翻個人嘅需要嚟決定用啲筆刷嚟畫啲咩類型嘅畫。我自己最常用嘅一定係畫筆、水彩同埋亞克力。咁如果想要更加多嘅筆刷嘅話，好似可以喺官網上面下載。咁對於我呢個淨係畫過簡單嘅 Q 版就用唔着。咁突然發現呢個空轉對稱嘅筆刷幾好玩。以上就係用呢兩個軟件畫嘅一啲作品。用呢兩個軟件嚟畫 Q 版其實完全冇咩問題。佢哋最大嘅分別就係顏色、選取功能同埋直線圖形。咁 Procreate 嘅顏色就會比較亮一啲。咁選取功能方面我都係比較中意 Procreate 嘅多點選取。大家可以因應自己嘅需要選擇。中意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 同埋訂閱。離開之前記得留言講返感想，想睇啲咩片都喺下面留言講返。唔中意啲片嘅話，都可以留言講一下原因。